烟害防治法入明仔载调也要来进行第二届的协商，会针对一寡新型的烟品来进行讨论。全国家长会长联名等团体今仔早起就登情，因望讲会当全面来禁止加热烟、甲电子烟这款新型的烟来保护青少年。 向朝野两大党代表送出陈情书，这顶头有由全国家长会长联盟、甲台湾拒绝烟品联盟，总共158个团体的寄望。因为12月16日就是烟害防治法的第二届协商，这届要针对民间团体上关心的加味烟品、甲加热烟品载具，讨论敢卖双头禁止。现在的政府的倾向是属于就是一开一禁。其实我们这边的诉求是希望我们能够。 所有的新型烟品都能够前进，因为才不会造成就是有一个破口。民进党立委表示，行政院对禁止加味烟品有共识，不过针对加热烟品载具，目前也无一个清楚的方向。载具没有被明确的规范，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疑虑。那现在行政部门的版本确实对于载具的。 这个讨论是很少的，行政院自己的版本应该有清楚的对于载具的规范或就要纳管啦。国民党立委林维洲嘛讲，党团的意见是希望会当达到减少烟害、照顾少年人身心健康的目标，唔通出现法律空旁。把各位的意见能够纳入这一步的烟害防治法，我再一次强调，烟害防治法是为了减害，让 烟害能够减害，而不是为新兴烟品擦脂抹粉。另外，朝野立委有共识，认为无应该设立烟品健康风险评估的级数，才袂互人感觉级数低就较无危害。记者麦小英曾派文台北报道。